2年前36歲啦，古卓文呢就決心再嚟香港參戰呢個 TVB 嘅中年好聲音2。咁古卓文呢就重申呢，其實呢件事呢係同肥媽係無關嘅。佢當時呢冇俾任何貼士我㗎，仲話要同我割席添。咁當年同今日，古卓文其實都同樣係備受 haters 攻擊嘅。啲人成日話我係人妖肥媽契仔兼私生子，真係得啖笑。不過呢，我而家 EQ 唔同啦，所以我係唔會嬲㗎，因為明白呢，我係冇辦法取悅所有人。最緊要呢係了解自己啦，愛自己啦，要知道自己係乜嘢人，要做好自己想做嘅嘢。咁當你做好每一件事，無論係唱又好啦，演唱會都好啦，自然就會有人欣賞你㗎啦。歌迷同貴人就會出現，你唔去做得好啲，就乜都冇㗎啦。咁至於一向呢敢言嘅樂壇前輩甄妮呢都曾經話過佢呢係油膩誇張喎。咁古卓文呢就話唔介意，反而開心添，因為有殿堂級嘅前輩都留意我喎，我呢就要虛心學習啦。舊年呢終於衣錦還鄉啦，古卓文呢就喺澳門完成咗2場佢自己首次嘅個人演唱會，真係百般滋味在心頭啊！古卓文話呢，最初比賽呢其實係鍾意唱歌，為自己唱，冇諗過會贏到冠軍嘅。澳門所有朋友嘅 Facebook 呢都洗晒版，就好似運動員攞金牌咁。我都好似為咗自己嘅城市呢係做咗啲事嘅。到返澳門開 show，咁我爸爸都好感動。咁阿媽呢，其實呢，佢都係照舊呢，表面就好冷淡啦。但佢一個懷抱，一個擁抱，我就知道呢，其實佢係好感動噶。雖然而家就講得好豁達輕鬆啦，但係當陣時嘅難受有幾犀利，只有古卓文呢自己知道啦。作為家中獨子古卓文呢幾歲就已經呢係立志要做歌星。點解呢？因為呢當時佢係受到呢個梅艷芳妹姐嘅影響嘅。咁喺求學期間呢，佢就已經係做咗呢個宴會歌手啦。亦都因為係少數澳門土生葡人兼讀葡文學校，咁古卓文呢喺2009年已經獲得安排呢係代表澳門特區，同陳慧琳、張惠妹、孫楠呢3地嘅巨星呢係合唱全運會嘅主題曲嘅，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榮耀嚟㗎。故此佢同年呢就獲得呢個朋友推薦呢，就過嚟香港參加呢個亞洲星光大道喎。咁佢當陣時咧就話當陣時覺得自己咧係對自己睇得好高嘅，覺得自己好掂嘅。咁古卓文就話啦，嗰陣時咧我自我感覺係非常之良好㗎，覺得自己咧高大靚仔，唱歌跳舞都勁，震音又夠震，諗住贏硬啦，點知衰咗喎。咁最後咧佢係得到呢個第5名同呢個最佳颱風獎嘅。咁之後咧，就由於呢個亞洲星光大道呢，就係當陣時嘅亞視舉辦嘅，咁所以呢，古卓文呢就同亞視簽咗5年合約，就留喺香港發展嘅。佢話當陣時嘅月薪就唔足以生活㗎，咁好彩呢，當時已經有肥媽帶佢出埠登台，同喺澳門嘅父母呢亦都有作出經濟嘅支持嘅。月薪得個7000蚊都冇辦法啦，咪唯有問澳門阿媽攞住先咯。屋企人佢哋呢又一定會幫拖嘅。咁古卓文呢就話好在呢就冇家庭負擔啦，父母呢亦都唔需要佢供養嘅關係呢，先至容許佢呢一路喺度追夢嘅。咁古卓文亦都有講20幾歲都問阿爸阿媽攞錢，你估唔醜嘅咩？咁因為阿爸阿媽都係公務員，都有積蓄，亦都擔心我呢個仔。咁我當時揾唔到啊嘛，我揾到就俾翻佢哋啦，都係應份嘅。2014年呢，古卓文呢就同亞視約滿咗啦。咁啱啱好呢，當時有公司呢邀請佢翻澳門呢繼續唱歌。咁雖然期間呢推出過一張專輯，但係佢慨嘆10幾年間呢，佢已經由呢個歌手變成呢個宴會主持啦。咁佢話因為我啲中文葡文都得咁好多官方活動呢就成日做 MC。咁但係我心願係唱歌噶嘛，成日都諗懷才不遇。
成日都問機會點解唔係我啊？咁結果呢，喺2019年呢，我嘅情緒係出現咗問題。但回想翻，如果冇當時嘅遭遇，就唔會變成我而家嘅性格啦。Haters 多，使乜驚？只要你係有實力、夠努力，就可以將呢啲 haters 咧一一擊退噶啦。現年38歲嘅古卓文係少數澳門土生葡人，佢09年首次嚟香港參加亞洲星光大道，結果咧係失敗而回。去年捲土重來，再參加中年好聲音2啊，佢成為咗係大熱門，最終咧係能夠奪冠成名嘅。之後咧，更加喺澳門同香港先後舉行咗4場嘅歌唱。今年古卓文事隔7年再擁有派台歌 Oh Yeah， 佢憶述翻自己當年首次嚟港比賽嘅時候咧，係非常之自負牙刷嘅。佢話覺得自己咧高大靚仔，唱歌跳舞都咁掂，諗住贏梗啦，結果就係輸咗嘅。無論當年星光幫或者係參戰嘅呢個中年2以嚟呢，其實古卓文呢都係受盡啲 haters 嘅惡意攻擊嘅。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呢，佢話已經見怪不怪，習慣咗啦。譬如佢話啲人成日話我係人妖啊、肥媽私生子，都係得啖笑啦。只要做好自己，總會有人欣賞你嘅。